大家好，我是楚婷，卖使叫我阿婷。安尼会使哦？会使，搁种一个就会使啊。咱人生的顶半场，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，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。贵姓？有3件哦。我都要了哦。那我再笑8个。我捏一罐3分钟，我安尼趁无食啦。对即马开始，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。我今天是来练习的。会当食就加减食，会当行就爱死加行行。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人生。哈哈哈哈哈，几岁拢无要紧。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练习，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家己的了解，等台湾6、70岁的时阵，我应该无可能和家己经营无代志做。啊，不过无闲是一件代志，为着什么无闲，阁是另外一个重点。所以我等下啊，甲一位萍姐有约，伊就是我熟悉的时代朋友内底，继续做事，继续甲社会有接受、正认真生活的人。时间差不多啊，来上班喽。你都骑车上班吼？哇！因为我骑车上班才5分钟，我要上班喽，我要上去。好，当然啊，要跟您一起呀，今天。阿姨，你穿这好就水耶！唔知为什么我忽然就想到我细汉的时阵，要去学校，要去上课，啊，迄当阵1年啊吼，要去学校上课，家己穿这好迄个感觉。水，阿姨，你吃啥？蛋糕。蛋糕。我买整盒的。阿姨，你要不要公园买的？看看我带的什么？这个我吃不完。我可以跟你分享。不要。我今天要对你上班啊。我老实说，我还蛮紧张的哎，所以你看我带这个来，大人，预防我那个血糖太低啊那啦嘿。你要不要搬人一次？不要。哇，这边好多就是重点呢，这很多细节你都会记的吗？我做我的另外的事情。这个是他们那个员工或者厨房做的。那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？帮忙做薯条，做薯饼，那个客人要点餐可以问我，还有我要帮他们送餐上桌，怎么要那么温柔？有快吗？对，要等一下。340对，好了，340。340贵宾的薯饼要帮你现炸哦，薯饼现炸稍等3分钟哦。那我再下6个，再下8个。您现在来这边工作需要碰这个油锅啊、
然后要煮啊、要炸啊什么的。您以前没有在下厨的经验，会不会有一些困难、不适应？有啊，他们教啊，现在已经20多年的习惯了。哦，讲我就知道了。了解。可是我有的东西还要问，因为他一直换新，你知道，很多东西我还是要问。我现在看您工作啊，都是穿那个好走的平底鞋。可是我记得您跟我说过，您曾经不小心穿了官大哎，穿高跟鞋在口，被我们经理气死了。我想说，在外面就是穿高跟鞋啊。觉得比较正式吗？对呀。现在你要我穿，我不会穿了嘞。我高跟鞋通送人了。好。这点好了，你要不要看看里面是不是？谢谢。你好，这边可以点。阿姨，有时候你会走出来看看，是不是有客人要点餐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他不会的，我要教他。所以您的工作比较是一个机动式的。对。尽量。有时候，外面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们这次要订几百份哦。我说好，我马上去。去学校。待会可以帮我看吗？好，几号73号。73号。谢阿姨。先生，餐点来喽。那用点餐机之后，是会拿了一个手上，你现在拿了这个牌子，然后您就要送餐过去给他。哦。谢阿姨。麻烦帮我送这个餐好吗？你喝那么多饮料啊？没有，哦。这个单子还要吗？不要了。好，谢谢，慢用。谢谢。几号？73。好，慢用哦。好，谢谢。一天这样子爬楼梯上下，哇，来回好多趟哎。这太少了，这太少，更不得了。是哈，不过我觉得上下楼梯真的要小心哎，手一定要扶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不然如果是饮料3杯大的，我会要求我不拿，我怕我拿了晃。3个薯条。哎，转换一下。我来，我帮你。好。是本来炸薯饼要换成炸薯条的模式。对，它的时间不一样。所以阿姨，这个设定的部分您还不熟吗？好，我最近才做这个嘛。那怎么样，他们就赶快来了。哦，这样说起来，同事很有爱耶。对啊，都很合得来。博彦。他们常常考我，那个管理组的都考我说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说啊，这想不起来。有美好的一天，换餐吧。换餐吧。甜品。哎，它上面写钱，多少的？1+1油。那边我穿一点。你要什么呢？吉士蛋堡，配饮料的。配饮料，乖乖。那你要什么？雪碧。谢谢。还有什么要忙的吗？我吃饭时间哦。没加班啊了，对吧？那你要吃什么？我想好了，我已经想好了啊。那你今天吃什么？吃菌菇。酱油吧，再帮我一个。菌菇，我请你啊。哦，这么好。我请你。好，那我不吃牛，那我来吃个鸡块好了。麦克鸡块。套餐吗？麦克鸡块跟阿姨炸的薯条。刚刚其实工作好紧张哦。我好紧张。对啊。钟声已经讲崩啊，穿几卡可以。啊，就这样。哦，多谢，谢谢。你拿啊？我拿，当然我拿。
我今天是来练习的，你拿了会走楼梯吗？要练习，因为我有点看不到楼梯。阿姨，你来这边上班啊？你大概花多久的时间才开始慢慢的适应，然后习惯了？差不多半年吧。要到半年。半年。那个时候你最不适应的是什么？是客人4、5个男的，然后我们东西从窗口送过去，他就讲叽里呱啦不知道骂什么东西，一直骂，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。我那个军人脾气发了，跑出去我就开门跑出去，我们那个经理说你赶快进来，我说不管了，抓了，然后手机拿起来打电话去清泉岗，你去闹人哦。叫阿兵哥，我嫁给阿兵哥啊。就是装甲兵。阿兵哥噼里啪啦来了一堆，不会来了一个旅吧？没有来了几个了。就抓着他们，结果他们吓死了。我们经理就出去拼命拖我，好像多久前的事啊？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吗？刚来，那不就刚来1、2天就这样子哎。本来我们超过20年了耶。对。我没有做过第一份工作是军人，第2个就这个，就是这里。我记得听过阿姨你说，你好像曾经想要真正的退休，都不要工作了，从这边退休。我讲一半。为什么后来又留下来了哈？是什么原因？我们大老板刚好来了，我们经理就跟他讲，阿姨说她要退休了。他说我还没退休。你就可以退休哦，你在家要干什么呢？用软的了，用软的，你就当做在这里那个混时间嘛，跟年轻人在一起嘛。他说大老板那样讲，大老板很好哎，非常友善我们就是高龄的就业者。对，当场我就流眼泪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太感动我了。上班很累，早上就全部送餐是我一个人送了爬了10几趟啊，不错吧？表示你的那个很好啊，还可以爬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素婷在那里旁边事情怎么样？有没有小天使的感觉？对，有没有教人家说，你平常都在做什么？我就这问题，我都问东问西的。对，然后阿姨都还是不厌其烦。阿姨，我觉得其实经过早上这样，其实你觉得，阿姨可以在这里工作，其实蛮不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最主要是那个不计较。对。然后迅速补位的那个感觉，那个风气，店里面的伙伴就会看说，可能他需要帮忙的时候，就会适时的递补，因为我们的企业就是这样子。对他们来讲，其实有社会经验，然后其实他们能够很快的知道说，工作应该要做怎样的展现。我觉得这里大家都蛮融洽的。对呀，没有帮我帮劳的。好啦，今天辛苦了，差不多时间要下班。今天我们已经在倒数了，今天要下班了，收工。带着你的学妹，在最后再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谢谢，没有。下班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领刚有机会再过来。下班啦，那我们可以出去玩了吧？好，OK。我一直想要去那个啦。阿姨，以前您就是住在这个环境里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好哦，这空气好清新。那个他们退休的车子就会停在这里。那像阿姨，你以前在军中服务，您是属于义工队。对，义工队。那就是要唱歌，然后舞蹈。我们大部分都是唱歌了，舞蹈有另外有舞群。舞群，那在以前啊，您在军中应该很常看到这个车子，对不对？对，
就不稀罕了，不稀。不稀罕。现在看到好稀罕了。对呀，有没有那个回忆全部都出来了？对呀，就说哇，我又看到从前。房子给样呢，这个是熊照的那个样子。哇，这就是以前您住的房子，那墙就这么高吗？以前？就这么高，猫会、狗啊会蹦进去，所以我就钉钉子。这顶啊，你顶。我们先磨水泥，然后把金子插下去啊。是您跟先生一起的吗？对对。您在这里生活的记忆应该那个就清澈，对对对，很鲜明这样子。那时候很好。好在哪里？邻居吗？邻居随便开个门就可以讲半天，站在路边就站在门口。常像安尼开讲，所以即马厝是别人的啊，对啊，对。对。不要紧啦，很好的记忆啊，美好的回忆就留在这。哎，其实我还蛮想念这边的。就顾无看到哈。多爱呀！我无爱啦，我就囥伫遮，就是叫你家等掉啦。伊搬去市区迄边啊啦，嘿。迄个厝较细，囥物件拢囥袂落。较细嘛，对不？但是伊讲伊足收敛的呢，伊心较收嘛是恁呢。不然阮对第一家就见面啦。对啊，几十年啊呢。对啊，拢捌几十年啊呢。这拢做过生意。那这两位阿姨拢讲台语，啊，为什么台语袂练懂哈？讲一半，安尼拉咧，会使啦。太济，袂使啦。你嘛来嘅咯。带你们来看我的好姐妹哦。哦，这是啥？就是这是干妈的啊。对，哇，真的好久不见嘞。伊偌久无回来啊？搬走了，都不来了。哎，1、2年都不来了。哎，阿威呢？怎么不？阿威是谁人哈？我他儿子啊。阿威，这一位就是阿威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以前没有事的时候，就跑到他那里坐，跟他聊天，然后他弄了好吃的，我说哎呀，你家刚刚很好吃的，我就在这里吃，刚刚好很好吃。我说刚刚那些菜好好吃哦，都是阿威炒的。阿威很会做菜，都会。我给你了一波，努力什么？没有去喜欢看，快点好，开始继续吗？好，这样嘞。原来甲冠孙都是安尼，去人家直接来人的灶卡安尼啦。对的。哎，所以你们都这么直接的哦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然呢？对，我们邻居。他钥匙都交给我了。我要出去，钥匙都交给他，因为我会掉。哦，你比较信任他，对不对？反而不信任你自己。对。他不相信自己。我的最爱。哎呀，大肠。粉肠差很多，这个咬了会喷的。快吃！哎，我感觉冠孙真正就有认真味的呢。哎，那个真的。我们这里都是这样。真的。这个村，被欺负了，我们是整个村去隔壁村。我告诉你，阿姨之前在那个麦当劳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的事件。这个他没跟我什么。对啊，然后他也是打电话绕狼体，有吗？原来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去麦当劳，我说现在我在那里，客人一凶，我说哎对不起对不起，怎么了？变得很俗辣了。哎，就变俗辣。社会俗辣。我们去外面聊啦。OK。啊，厨房好挤哦。啊，阿姨，你知影咱杨阿姨伫咧麦当劳咧做事无？对啊。知啊，会足配合伊的迄个精神无？对啊。对啊。是老妖精。我们这里的人很能磨啊。哦，了解。雨林嘛算是艰苦的啦。现在看到很多电视上，哇，算了吧，
真的说这个要怎么打仗？我们先把我们自己人生的仗打好，我们再来想想未来的仗。对啦，没错，只能这样子了哦，对不对？加油了！加油加油！我们回去了。好，这2个老妖精可能都要活到120。我觉得不止。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我平常时啊，拢是开车较济，我已经足久无安尼骑车扇风哇，有够乐痛的，真好呢。是哦，嘿啊嘿啊，这就是桥倒摆好处。嘿啊。安尼扇风真正袂歹袂歹。慢慢啊去欣赏。对啊。啊，要紧也会使，要慢也会使啊。啊，开车你就是一路直直飙。对啊。飙到位，下车尿尿。带你来老地厂看卖行行。哦，还佫有咱上古水的 Kiki， 对这边来，会当配合 Kiki 的速度无？好啊，你较慢的。较慢的，伊即马行有较慢。嘿啊，伊是一有只感觉啊老狗啊，有哦。嘿啊，Kiki 几岁啊？ 12。我嘛唔知，因为12唔知安怎算迄狗仔的岁吼？因为我嘛是8、9年啊，啊，进前唔知几岁，我唔知。哦，安尼你是狗瑞啊，我感觉。你好。好，谢谢。感恩感恩，Kiki 你伫遮吼。开心哦。啊对，啊这样先买票，啊，今日我带你来，来，麻烦你2位安尼。那对面的话有我们的招牌蜜香名产。哦。对，才有皇帝啦。谢谢。我有来过，我带免费第一个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好好，多谢。好。对遮来。你看这拢是较早做的一寡功夫啊，伊拢有留的。这就是较早咱咧讲柑仔。切柑仔。柑仔就是迄地叶啊，放伫面顶打扫安尼。来，阿姨，我逐回来吼，拢爱啉几啊杯。这我会晓，较早拢定伫做。来。哦是哦，好谢。啊，对，你较早伫咧做迄个百货公司的销售，嘿啊，嘛爱烘茶是无？对啊，因为有伫卖茶米啊。茶算是袂歹的吼。甘的，新甘的，啊才炖哦。佫无甘哦。对，阿姨你较早卖茶，所以你。无你骗啦。对你啉茶，就较知影安怎啉茶，白啉茶安尼啦。你看，阿姨这是较早这茶厂的相片，这旧的啦。较早阿姨你咧卖迄个茶米，啊，你敢真正有去看到茶安怎做？唔捌。啊，你今日看到。今日带你来对啊。来个食，咱互 Kiki 穿运动一下。哦，要穿哦。对啊，来。一两三。哦，啊，吃小羹来食。你嘛爱早早的运动一下啦，来。好，行。行。来加油！一两三，喂！一两三，喂！看即马有日头紧的来。这个。嘿啊，这个 keep
收一个啊，维他命 D 啊呢。哎，阿姨，你平常时若是出门，拢会甲 Kiki 安尼扎伫身躯边吗？我拢会带出去啦，啊无落雨啦。啊是唔甘伊家己伫厝的无聊，还是？啊，咱要出门嘛，就爱带伊佚佗啊。哦，算是最伴就对，互相最伴。应该是总统府，俺毋捌你去，别位拢你去啊。哦，只要迄毛小孩会用入去的所在，伊拢有去过，对啊。这个汤仔饭安怎看拢袂熟，袂啊。古早的物件我特别爱。即摆看到嘛，就爱看所在甲有呢。毋是拢有，这是嘿。好佳在伊保存了袂歹呢。对啊。哎呀，伊我想要坐落来看风景。好啊，无咱来遐坐坐。好啊。来。阿姨，我知影，其实你啊，迄当阵迄头一个工课无做了。对啊。你有想讲啊，规矩退休好啊，对无？啊，想讲啊，就要开始来游山玩水，过安尼生活。迄当阵安尼想。疫情啊，无法度啊，啊公司讲无生理，啊退休好无？啊好啊，拄啊好，阵啊退休。啊想讲啊退休等咧佚佗啊，游山玩水，一世过去。真好。但是疫情就讲咧学袂走，嘛是伫厝诶。重点是你根本就坐袂牢啦，你的故事。所以你嘛是搁出找头路对无？对。出做工课。哎，正是咧，正是咧，无做伊艰苦哩。啊，你这几天有班无？有啊，拢爱办啊，今日嘛有啊。今仔日嘛有。小等下就爱啊。啊，咱即摆搁坐伫遮，袂要紧吗？哎，无要紧啊，大家来，大家来。哦，好。咱都有通好，你带我出来加减啊算。好，安尼你讲话行，咱就行。嘿，好。每一回来到便利商店买物件，还是来办代志，我拢感觉这个店员袂输那较超人的，也是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啥物代志拢爱做，啥物问题拢爱处理呢，够厉害！无想到咱庆华阿姨竟然来到商店做店员，做伊人生下半场再出发的一个工课，够有勇气。0978。优秀秀的，我嘛有我的功课要做，来记咯。阿姨，你头拄仔咧无用迄个收银台的代志，啊，即摆搁要继续来顾这熟食区对无？对啊，有用哦，就爱把迄两拿水啊爱注意啦，啊看有啥物爱减，啥物爱补啥物啊。无人客的时阵，就是爱安尼做。我感觉吼，这个航汉字是毋是嘛是足歹顾的？上歹顾就是限钱较济，有，但是啊，你无用哦。啊，就抄下答互你看。刷落来，搁来补货。对啊，啊无人就爱整理食，啊无人客也要搁订物件都无啊。咱这会啊，有当时啊拢会互人客舞甲乱去，对无？对啊，啊拢嘛爱定注意啦，啊注意讲物件有够无，啊有整齐无，啊有清气无安尼。哦，啊有算完成啊，对无？对啊，这几就完成，爱过来看别位啊。搁整理哦。对啊。因为我无法度去，啊所以公司就摕一块椅啊，互阮坐，才摕掉的。安尼。哦。然后即马这啊，第二件10块送一个，啊所以生意就加足好的，啊就爱紧甲店长讲，啊这欠的哦，爱紧来哦。爱补一个安尼。对。看到这几个物件，阿姨，你知影我想到啥无？啥物？我想到较早的干妈店。哦，即马要无啊啦，要落爱去船骹啦。
对啊。安尼就加足清洁。啊，你即摆伫咧遮值班的时间是差不多拢下晡时啊到暗头啊，迄哦。我拢差不多2点到10点安尼。因为2点用咧困较饱，10点转去还阁算足早的，袂讲足晚。伊遮也无算加班，时间到就用咧走啊，所以足准时的。安尼算是真固定吼。对。嘛袂歹。992，贵姓？有3件哦。看一下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你好。好，贵姓？好，稍等哈。987，帮我确认。加230。就可以抓好米费的。现在是买4个可以送1个。好，可以，谢谢。谢谢光临。阿姨头拄啊，这位先生伊是团购的是无？对。所以咱即马伫咧便利商店的业务，若是店内的物件爱买，啊，搁有咱即马上流行的团购的物件嘛爱买就对啊。对。好，便当好了。冰块不要放吗？小姐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来。你要加热吗？好。载去。都放了。可以，92。耶，可以了。阿姨头拄安尼短差不多无到10分钟的时间，已经服务几啊位人客啊。啊，你看到人客咧安尼排队啊，咧等，你心会急的。会啊，但是你嘛是爱紧做好完啊，一定会急的啊。而且我看吼，讲的是迄足侪按键啊，而且即马拢是电子的，啊，常常有一寡时大长辈啊，伊对这电子的物件都是较会惊，嘿啊，阿姨你会有安尼的障碍，有安尼障碍无？不会呢，因为较早的工课嘛是拢伫 POS 机安尼摸，有它的诀窍在啦。你的捷径如果对的话，哈，就很顺啊。有一个捷径错的话，你都进不去。美女同事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近景有跟像阿姨这样子的年纪的长辈当同事过？第一次。那你觉得跟阿姨当同事什么感觉？很好啊，因为阿姨会给我一些经验，告诉我一些不同的事情。比如说什么？有时候遇到客人比较多问题的时候，会比较不开心，然后阿姨就会跟我说，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。对，她会用她的经验来跟我说。阿姨刚刚美女同事说啊，甲你做同事袂歹啦，因为若是拄到较特别的人客的时阵，你拢会甲伊分享一寡经验。袂啦，无啦。啊，你听伊安尼讲，你感觉安怎？当然嘛欢喜呀，终于没有被社会淘汰。欢迎光临。虽然讲真正足无用的，嘿，但是
总是爱食饭吧？哎呦，对啊，啊食饭时间是家己切家己无呢，啊，食饭时间看人客也无，就爱紧去食。啊，大家甲同事山上所送要先食。了解。嘿，你即阵小可人胖，嘿啊，安尼会当来食。食饭好。哦，安尼我要食的。好好好。阿姨，我看你这个汤圆真正无简单。对啦，我感觉还可以。虽然你本地是有伫咧商店，免税商店，咧做销售，啊，但是总是有混一张啊，就要登来职场啊。对。啊，迄当阵你要重新踏入这个做汤圆这个职场，你家己会惊，还是敢有经过什么调整的过程无？一开始嘛，毋是讲大家会用去接受咱这种年纪的人，因为第一有会想讲啊，变钱我要请少年的送要伫老的。阮有一个经理，伊对阮遮老的拢较好。我有做较久嘛，是拢因为伊。哦，公司有主管有支持就对啊。对。我感觉这是上大的重点，就像像你讲的，你之前嘛试过别个汤圆，但是主管若无支持，你嘛无法度继续。对啊。啊，若是讲今仔日有亲像你安尼年岁较济一寡吼，长辈时代啊，大哥大姐啊，伊嘛想要来做这店员的汤圆。你感觉有啥物你的经验，会甲因分享，还是会用提起？我是感觉年纪毋是问题，是你有要去付出无安尼。对这个摊价，你有愿意无安尼？啊，年纪拢毋是问题。你看有的少年的比人也变大，啊不要烦恼讲啊人毋知要伫我无，啊你无付出，你要来知人要伫你无？一定爱去做，甲知影。而且爱认真做，啊做互人看，让人肯定。对。对。供养师父，供养三宝，地主文昌、阿婷，供养香，供养灯，希望师父加持，全世界和平，全世界无瘟疫，希望师父会当甲咱加持，谢谢。多谢。好啊。一天的佚佗就要开始啊！好，咱开始哈。好，新年的正来吼，嘿，这是上要紧的代志。是啦。对啊。就是透过咱来甲佛菩萨祈求，咱的心就会静落来，就当得到快乐，会当快乐的工作，快乐的过一天。这是阮的迄个做面包的工作室啦。哦，大家早早，你无闲啊？早早。有一批香出来安尼。哎，对，够香的啦。哎，真好。这个空间啊，会用讲是张哥吼，每一日都爱来报道的所在，吼啊，伫咧遮吼，毋若是做出吼足好食、足香的香，另外吼嘛是创造吼伊人生下半场第二个上重要价值所在。经过咱今仔日有足济要做的吗？今仔日拢总要做差不多300-400粒左右。我会记得一开始是你甲嫂啊嘛，嘿，即马嘛有员工啊是无？对。啊，所以嫂也是出去佚佗，还是退休啊？无看到。讲人甲我，嘿，嫂啊，搞错哦！我看你摕这杯，咯，哦，泡早起来安尼足清爽的。对啊。啊，所以即马你嘛是会甲员工做伙做香安尼落去嘛？哦，好啊，啊无。全部有一个嘿。恁等下做，我用手机啊来记录一个，记录一下恁的家，和恁的创业的人生。做这面包就是熟能生巧啦。我看两位的手吼。这个面包呢，咱伫做呢，唔是靠讲用什么化学的添加物，拢无，用
纯天然的。天然的，完全天然的米粉。米粉毋是就是麦仔都加的嘛？为什么嘛会有？你讲有加东加西哦？一般古早的麦仔就是麦仔尔，啊，即摆因为科学较发达，所以才加有一寡食品添加物伫个内底，哦，爱用放较久，佫袂生菇，所以就有一寡添加物。啊，一般咱食了要吃酸，大部分拢是因为这添加物伫个内底的关系。所以呢，阮选择用上好的物件，无添加物的物件，上简单的这个材质，单纯嘛。单纯啊，系啊，大家真喜爱啊。因为讲到单纯、简单，是，我真正是想到张哥甲素啊，恁的人生。歹势啦，会用讲的啦吼，会使讲的吼，都是其实过去啊，两位嘛是足拼啊。是。对啊，吼啊，为着事业啊，为着要拼经济安尼。没错。对，但是无说你有跋倒。对。因个伫个20几岁的时阵就创业啊吼，啊，就是伫个台中做迄个茶馆。对。啊嘛做了袂歹安尼啦，啊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吼，20几年了，哎慢慢又走下坡了。是。这个生意嘛歹，生意嘛无好。拄着经济崩溃的时阵，做袂落啊。反正拄好有一个机的吼，拄好啊，佫有这个劳退的钱。咱就做一摆加退出来。专工来买这块农地安尼吼。尽量咱会当用无共款的心态，这对我来讲是种成长。虽然讲人生短短啊，但是呢，我并无将这个年纪啊，也是将这个因为过去的失败啊，说来忧伤，才实际。为什么是做胖？啊，毋是做红菇粿啊、碗粿啊、花粿。这就是咱当初时吼，要起这个农场的时阵，就感觉讲，咱会当招一个朋友来遮佚佗，已经足好耍的。煮好了，啊，一个朋友来小吹哈。小吹的时阵啊，就讲，哇，你有披萨呀哦，啊，袂歹哦。爱讲阮遐无啥好混吼，伊是做胖的老师傅，讲我甲你教，生甲足欢喜的，毋过第一届喊出来拢安怎？臭味的。哦，啊，就伫个伊的鼓励哦，啊，一届搁一届安尼，啊，就慢慢才做起来。这无简单呢，嘿啊，因为无失志，啊嘛无放弃，对，啊，搁学一项新的物件，对。好啦，看恁两位拼甲安尼，我手洗洗，我嘛来斗三工。好，啊，咱来同齐来做啦。哇！先甲你讲一下，讲安怎处理啦吼。这个甲包后下骹安尼哈包落去。好。来，过来就是甲伊迄个揉圆哈。这个手掌袂使离开这个桌面。安尼，伊就平按，伊这个就平按，皮就平按，嘿。安尼会使哦？会使。会使。会使，搁整一个就会使啊，真好。其实这个啊，吼，这熟就好啊啦。三两个就一粒啊，我粒一丸哦，粒到3分钟啊，我安尼趁无食啦。对啊。啊，另外佫有一个问题呢。是，请讲。即马咱是伫咧婚姻关嘛？是啦。斗南食嘛？对。啊，食应该是附近拢是时代较济。是。啊，但是时代食这较常像欧式面包。对。这欧洲式的胖应该食会下。对啊，会感觉伤甜，还是补无法？敢有人客有反映安尼的代志？有喏，面包呢，摕转去了后，一般拢用烘的啊。所以会讲加较甜，但是咱这面包呢，因为无油的关系啊。你用吹的时阵呢？用吹？用吹的足好食，用电锅吹啦。啊，敢会放水？哎呦，外锅爱放水。外锅嘛爱放水，迄电锅烤啊水才放3分之一吼，佮一半拢会杀哩安尼。吹起来足好食。吹起来软足好食。安尼时代会记的哦，吼。胖有当时啊，唔免用烘的，用吹。吹真好。电脑较薄有法，搁较好食袂定。对。有这个天分，会当变歌手。
这爱搁发觉对无？对，地厝的发觉。安尼咱我手拢安尼呢，打松呢，拢无油，哇，真好。啊，咱就无下油啊。系啊系啊。咱来外口要记得啊。入油啊吼。油，入油是顶一批对无？对。即马咧入油这吼，我爱抢时间对无？对。因为温度有够，就爱紧放入去啊。啊对，啊你有概念真好。系啊，因为我有感受到迄个紧张的气氛。哦，紧张啦，袂紧张啦。对。好，爱甲封起来。好。哦。啊，所以安尼烘爱烘偌久？啊，这个差不多25分钟左右。我知影恁两位其实足无用的，因为咱即马吼做胖做甲一部分一个坎章。是。你要继续做后一批，但是张哥，你是咪讲有厝要起？嘿，你后壁我哦，安尼阮两个起厝好啊。好。对啊，最近你是咧起什么部分啊？用侧房吗？还是？唔是，起一个茶水间呐，嘿，都是迄个用土落来做的这个厝。这是沙啊，这是土。这土已经准备搭的才会使。张哥起厝。有一个原则，就是爱环保，所以无用砖啊角，嘛无用茶，哦啊，钢筋水泥迄更加唔免讲啊。尽量啦，尽量啦，嘿。尽量减少这种东西的使用。对，啊，主要都是起土厝，是嘛？安尼讲土厝对，这土，正港的土，这是拢土啦，这就是土啊。就是用个种花种草的土就对啦。对，所以咱一间厝若起起了，啊后末阮若年老下底来无的时阵，这土，讲了，变回污了土，通啊种菜啦，种物件呢，嘿。好，安尼继续要来加落对无？过落来就是要用迄落啊，用迄个石灰。石灰嘛。嘿。烟咯，安尼蓬蓬烟。诶。如果你即马倒落的，这就是咱头拄啊以后的。对，山河图。拢用脚安尼磨吗？我就安尼较辛苦啊。啊，这就是甲拨一圆啦，一圆啊，就有哪甲断起来安尼就对啦。一圆甲断起来安尼。是。你要用好了呢，咱用这啊，甲断安尼。哦。嘿，啊，一圆是爱加石头啊，倒三加。对。就是咱即摆安尼做啊。搅安尼摕起来，安尼甲断安尼落来，伊加嘛差不多加2公分啦，2公分、3公分的悬度起来，甲像一般的人讲想要好压，一夜致富啊哈，愈紧好压。但是事实上你要好压是，一直慢慢来好压，累积的啦，累积的啦吼。啊，你起厝嘛是咧大起来，然后万丈高楼平地起啊，就是拢安尼啦。你会感觉讲吼，已经年过半百，你即摆嘛花甲之年啊啦。63啦。对啊，啊你会感觉讲，这个会所搁要做这个石头，足忝足艰苦的无？哦，这就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啦。心态决定你的年纪。你若感觉吼，你的心态啊真开阔、真阳光，吼啊真欢喜，啊搁咧真有，你感觉真有前进心啊，你就足少年的。啊，咱若讲哦，规工敢若想讲。我就安怎全理由，我理由若一个讲的拢无要做啊。啊，重点是爱选家己爱的。对。
爱欢喜心啦，欢喜心。来，请用茶。饮茶哦，这是阮的香草红茶，好啉的哦。哟，有一个自然的香味，这是啥物？芳香万寿菊对不？加有机红茶。哇，拢是咱我医区食饭的都对啊。咱乡下内底家己种的，嘿。啊，我今麦看到的，这就是咱油烘出来的香咖披萨。无对哦。我无客气啊哦，香香。是啊。真正有迄个硬硬干的味。我咧是咱的台湾的柴烧桂圆为做的哦，很香。我知。对哦。哦。嗯。听到这嘴啊，真正会感动。安尼哦。因为哦，自己动手做安尼。有食到咱大家的感情。哦，谢谢。啊，搁大家祝福。对对对。张哥甲嫂啊，恁两个应该讲是，要安怎讲？那个饲到迄个 reset 有无？恁的人生搁重新来设定一个目标，啊，恁就一直向前行。恁无选择退场，无退掉。系啊。像阮就是讲，阮爱做面包。这个做面包就是阮饲这个快乐的按钮。共款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每一个人伊拢每一个人伊家己的目标，甲伊的兴趣。啊，若是有找到，啊，找到是你都要勇往直前。甲试落启动。啊，无论几岁吗？对，当然。